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6902例本土病例，有40人死亡，境外病例超过400例，显示国际疫情加增加。混害防治法明仔载伫立法院进行最后一届调研协商，有上百个反混团体要求爱甲4结婚的工具列入管理。健保署统计，去年10岁以下青春期上过早就医的病例有超过25000例，比以前之前增加2成，呼吁家长要爱注意。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6902例本土病例，有40人死亡，境外移入有416例。指挥中心嘛公布讲，顶礼拜完成123例基因定序，对中国来的有59例 ，BA.5 嘛是目前上事件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嘛统计，对1月到今，中国入境的旅客阳性率大约是19%。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最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16902位，好，那比起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好，大概是增加了2.3%。境外移入的病例在昨天新确认了416位。境外移入的部分呢，都还是以 BA.5 为主，不过特别在境外移入是来自于中国的部分，68% 呢是属于 BA.5 哈，32% 是属于 BF.7。1月7号，就是从机场入境的有1634人，阳性率是14%。那另外1月7号开始也有这个从金马春节交通专案入境的阳性率是18.9%。在1月1号到1月7号，我们做一个总结，从中国入境来台的这个从4个航点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旅客，我们总共的采检的人数是8259人，所以它的阳性率是19%。从1月10号开始，也就是从明天开始，那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第5轮，那0到6岁学龄前的这个第7轮，那这个是免费提供的5剂的家用快筛也会开始。行政院宣布讲，伫过年后要发予民众1人6000块的现金，甲全民来共享经济成果哦。也毋过，国民党今仔早起开记者会，提出税收敲定特别条例草案，因主张讲一个人发1万块的现金。国民党团表示讲，只要立法院的会期延到19，一定会赶伫过年之前三读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嘛强调讲，伊嘛希望互大家愈早领到钱愈好，国会会来拍拼。行政院宣布，向所有民众按算伫过年了后，全民普发6000块的现金。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记者会，提出税收敲定特别条例草案，主张金额提悬到1万，而且表示，若立法院延会到19，一定用伫年前三读通过，呼吁赶紧开调解协商，互民众能好好过年。我们就告诉行政院，你不会的话，你可以抄我们的，没有关系，好的东西我们不怕你抄，你就跟我们走，只要我们延会到16号，19，所有的法定程序通通可以走完，绝对可以走完。对国民党团的提案，民进党立法院总调外客民指出，一定优先处理总预算案，还未讨论到是不是延会。刚才我们内部还没讨论到这一题，对不起哈，我也不知道国民党等一下在议场会怎么样，我们看国民党怎么样，我们再回应好不好？刚才在内部也没有讨论到这个所谓要发现金的问题哈。我当然愈早通啊领就愈好啊，因为这个是全民的事情啊，站在国会一定是尽最大的努力嘛。这是发红包现金6000块，互那也认为是互民众增加罪恶感，还佫比这期机制发钱，苏清昌也澄清。至于有超乎预期的税收，当然要等到审计结果出来，7月才能动用，但是可以来预先来关于财务的应用，后来再来整个回补，不会增加债务。对行政院发现金，和总统府未付欢迎的讲法，苏清昌强调，作业拢是一步一步来的。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图瓦卢国会议长戴伊欧带领的访问团，总统感谢图瓦卢伫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戴伊欧嘛感谢台湾协助图瓦卢的防疫，加提供医疗的援助。长期以来，戴伊欧议长跟
图瓦鲁政府都用行动表达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在去年，我们也看到，不论是在联合国大会或者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域，图瓦鲁都为台湾发声。Therefore, Tuvalu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advocate Taiwan's importance as an observer in the UN, WHO, UNFCCC, and ICAO. 总统嘛接见巴拉圭议长罗佩斯等人的访问团，另外德国国会自民党国防外交甲人权委员会各界国会议员团嘛来台湾访问，这是今年头一个来自德国的访问团。去年10月，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甲人权委员会来台湾访问，最近4个月来，这是第3个德国国会访问团哦，伊嘛甲总统来见面。再来看昨台北市立委补选的选举，国民党王宏维是赢，民进党吴怡农5000多票。吴怡农今仔早起嘛开始写票，外界真关心讲，伊2024年敢会搁出来甲王宏维对决。吴怡农是讲哦，伊先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另外，民进党又搁宣誓，党内有真侪人呼吁讲来搁爱改组，嘛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哦。苏贞昌的查囝苏卡辉冇出面回应。车队扫街向选民写票，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果出来，民进党吴怡农虽然落选，不过找到透早都赶紧写票。胜选的国民党王宏维是规划持续开始写票行程。不过这摆选战吴怡农干来小输5000多票，伊控制数王宏维吴怡农是不是会阁再度对决呢？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他们一定会愿意再给我机会。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会把谁去当假想敌，还是非常恭喜他。刚刚败选，那所以新年的第一步，当然还是谢谢每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各战自控制数吴怡农无将为公司，不过行政长苏贞昌肯定吴怡农的努力。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选区拼出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觉得很对不起，也要好好检讨，还要再加油。民进党为9合1大选，嘉义市长选举到台北市立委补选吞3连败，显示党内受创压力复原，而且一直有内阁改组的声音。苏贞昌阁被批评留恋行政院长的位置，不过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卡辉跳出来斗相共讲话。院长从政40多年。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家卫国、护台佑民，都是他的信念。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另外，最近苏贞昌请官员甲公职员食饭，被解都是比较参会。苏贞昌讲，年尾民间用每月自餐来感谢员工，政府也同款，借自餐来肯定防疫影响这辛苦的同事。一方面也是爱同事伫个春节期间依然来坚守位置，为国利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昨暗就去立法院排队排透暝，望讲会当伫今仔开会进前提议变更议程，互边境地权的条例赶紧三读通过。民间团体是表示讲，边境地权的条例若使通过，会当阻止贩子的红单转卖、草啊棒的情况哦，厝价应该嘛是会落。初八暗，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暗时就困伫立法院院场门口，并伫8日立法院开会中，赶紧互边境地权条例三读通过。赶快三读，那这样子也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这个赶快来成家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土地的炒作是不是可以减缓？针对边境地权条例草案内容，各界有人有无共的看法。内政部赶紧澄清各界疑虑，包括规楼都经建商分配好，无受5年来袂当移转的限制。司法人买有售厝也是会当交厝，另外司法人买员工宿舍才事先去考制，审查袂拖真侪时间，会看情况成立专职单位处理。不过也有不动产协会事件，刑法上路了后。会当拍交易量，却无法度拍计效。预售屋本来卖的价钱就是卖完工以后的价钱，那完工以后的完工以的价格其实都太过于高估了，所以价格一定会修正，不会是量而已。过去可以透过红单炒作
来赚钱的，过去是不用个人用假装伪装成法人的名义来买房子炒作的有钱人，他们的利益受损啊。一旦修法通过，敢会造成房市交易停止，冲击台湾经济有缘有太苹果。也毋过想要解决高房价问题，恐惊也是爱为土地甲建筑等两大成本进行，才会当有利房市健全。记者综合报道。云海防治法明仔早起会伫立法院的卫生环境委员会进行第5届的调查协商，嘛是最后一届，预计会伫这会期结束进程通过。也毋过有158个来自全台湾的家长还魂团体早起开记者会，因呼吁立法院跟卫生福利部应该要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加速加热婚的工具嘛纳入管理，避免青少年受到影响。这小孩子的时尚秀，结果都是加热烟的一个赞助。加热婚加热的家事，敢爱纳入婚害防治法？本地调查立委几届协商有共识，不过团工国建署最近缩大档月，将加热婚的加热器排除伫管制范围，准做3C产品。马桶广告宣传，侪家长、教师，甚至是医学界拢真烦恼。看起来很像什么？Apple 的笔哦，看起来很像说，这个就是平板的一些功能吗？行动电源吗？看起来就很像这些东西。那你叫他们怎么去管？学校老师怎么去察觉呢？学生的书包可能有发现一些这个电子烟具或者是载具呢，这些都是无法去做有效的防范跟做一个这个劝导。那这个部分呢，确实造成学校很大的困扰。第一线教师联盟、台湾忌婚联盟000挂的团体主张，政府应该比照世界卫生组织，将加热婚的家私甲婚品同款立法管理，伊嘛用枪甲枪支拢着立管来做例。呼吁政府应该防止婚商让法律的滥旁，用各种行销手法吸引青少年结婚。加热烟是一定有尼古丁，因为它烟草制品，而且他们在制造过程当中。他们虽然有尝试去减少其他的危害物质，但是尼古丁是没有减的。在场团体强调，已经16档无修法的婚害防治法，应该纳入加热婚器具的管制。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就讲，原底4档调查立委有共识，但这进党所反悔。时代力量的王婉如嘛讲，时代力量是表达支持，车集立法院会继续协商。民间团体嘛表示会到立法院来抗议，呼吁政府爱严格把关。记者点立开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法务部华人执行署为特别录无纳的罚单甲欠税，甲华人的警方利用车牌辨识系统，伫苏花界公路临检才有欠钱的车辆哦，嘛要求讲爱现场纳不清，也毋过无得爱当场来查封车辆。欠税甲无纳罚单的民众爱注意，行苏花界真有可能都会互警方伫部分路段查落来，因为法务部执行署利用车牌辨识系统，就会当找到恶意欠款的义务人。有一位杨姓义务人，因为他有自欠营业税、牌照税、劳健保费，还有交通违规的罚单，合计约14万多元。那当场呢，他是缴清现金5万元，那来查封车辆作为担保。除了这之外，也有其他4回欠税甲无纳罚单的义务人互查落来，其中包括汽车也互锁定。若讲现场无纳清，就会互扣车，伫一定时间内，若有无纳车辆就会互拍卖。目前的专案的成果大约是28万元左右。那主要查封是一个手段，还是希望敦促民众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处理国家的欠款。对于使用科技执法稽查，华东的民众看法无同。现在不怎么投了，因为总是有人的口袋不是那么方便啊，对不对？欠国家的该缴的就要缴，对，这是没有错。执行署强调，华东地区下个长，定找袂到欠罚单加税款的义务人，所以才会利用科技执法哪查。那扣车的目的是督促欠款人赶紧缴纳，也会当协助办理分期。记者综合报道。桃园3溪抽水站管线崩溃，造成南桃园超过30万户停水，户民众是真怨叹。抢修3天哦，早起大概有9成9拢恢复供水咯。也毋过，阁有少数伫管线尾的用户阁无水通用，嘛阁继续的抢修。因为管线崩溃哦，有民众厝啉饮水，受灾户嘛要求爱赔偿损失。台水表示讲，财损伫10万块以内，会赶伫过年之前来赔予民众。
桃园龙潭3溪抽水站水管爆开，造成南桃园大停水。中正节车口早起6点，水来99%，只剩少数水管尾地势较悬，甲南山偏僻地区无水通用。水来了没有？水来了。几点来的？我不知道几点。来呀。哦，来啊哟。我这是来水。不过，有市区民众反映出来的水不是上细，就是无水通用。台水局区处表示，市区用户无水大部分是停水时阵，将莫大小害器将莫大关起来，也就是有水时阵，内底有空气和水无法度通过。若到明仔也无水通用，严卡191来协助处理。你看现在又没有水哦。对啊，那个都空气泼就没有水。你看就是这样。用户端它可以打开它的水龙头这些用水设备，让空气从管线里面排出来，那水就会在跟空气排空之后，水就会出来了。针对水管爆开时阵大水冲击面体，造成家具、家电淹水，受灾户要求赔偿。台水日区处也已经派人到受灾户厝内底财损勘查，泄露这户上严重，面积大，土石流入去的量也上大。有些清的部分哦，当然有些是可能会找人家清，有人家清当然都有干预。如果没有找人家清，有可能自己少部分自己清的，我们也会给你钱去补贴你了哈。台水日区处表示，会用上好上紧的原则补偿居民损失，切早会举行协商会，来用上灵上紧的方式处理赔偿代志。有个财损金额伫10万块以内案件，会赶伫旧历年前完成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永康分局伫初六掠到一个设伫律师事务所边仔的地下枪牌杂物，经营才4个月，赌金额就超过1300多万。另外，桂林分局嘛掠到嫌犯利用公庙的仓库开交警，拢依上法办咯。几名警员趁醒5嫌犯无防备，直接冲入去台南永康一间商业大楼内底掠人，当场撞到嫌犯经营的金彩539地下交警，已经用4个月，总落赌的金额有1300万。永康分局初六执行过年进前的掠跋筊专案，锁定67岁姓5嫌犯，又搁转来做交警，等待好时机，做一摆甲好起来。还特别选在律师事务所旁边，藏匿在内来经营地下签赌站，来企图掩人耳目。那经清查，总投诉金额高达新台币1300多万。全案侦讯后移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除了永康分局，桂林分局也伫认得掠到交警。警方锁定39岁姓苏的男性，利用庙的仓库做暗号，车白透早冲入去仓库内底，掠到一大群人咧以天9牌甲拍麻将。当场查扣218000块的跋筊钱，佮跋筊的物件。连夜侦讯后，将赌场负责人依刑法赌博罪嫌移送法办，另外赌客20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裁罚。旧历过年要到，警方大动作掠跋筊，也说通报网，就是要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左营有一间私人的武道馆，做互人办比赛，有一个选手拍到一半摔昏倒，送病院急救。律师是表示讲，就算选手伫比赛进前有签切结书，伫比赛过程甲人拍重伤，甚至是死亡，嘛是爱负法律的责任。比赛到第3回合，那3选手一拳拍出去，扑赛选手挂在涂骹，原本意识清楚，也个人起来，想要到无到1分钟，佫倒落去昏迷，大家赶紧将伊送病院。裁判也有跟选手解释说，基于保护的立场，为什么需要做这个强制读秒。那解释完之后呢，选手突然间又趴下去了。民间团体5关5路格斗赛，次向高雄左营一间私人道馆就场地，举办用保险具为主的格斗赛，佮卖门票参加比赛人爱挂护具。在悉尼选手是比较一半无见昏迷，也佮伫交护病房。为调查清楚悉尼选手昏迷甲比赛是毋是有关系，警方采备团款主办单位，甲对手涉被10人到案说明。那业者有提供本次现场比赛的相关的比赛选手的切结书。那我们本分局将会传唤对手白姓男子。警方表示，选手比赛进前捌签切结书，毋过律师认为比赛若互对方重伤甚至死亡，依然有刑事甲民事赔偿责任。选手有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的结果，依照刑法282条，攻击的人仍然需要负刑事责任。
体育署说明有向体育署申请经费，才需要伫比赛进前将竞赛规程送信备查，佮依照国际总会竞赛规则办理赛事。毋过亚洲综合格斗总会也伫筹划当中，所以民间赛事目前无相关竞赛法源，提醒民众参加比赛进前要考虑后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继续的抗议选举的结果，昨是冲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甲最高法院，当局嘛开始展开镇压，至少掠400个人。去年底上任的巴西总统卢拉有签署安全法令，要恢复首都的秩序。另外，世界各国领袖嘛谴责暴力抗议的行动，也毋过波索纳罗是发声明，否认讲有西人支持者。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手摕着巴西国旗，穿着国家队的球衫，冲入去总统府内面，还佫摕手机翕相做纪念。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示威民众做八突破警方设立路障，冲入去国会大楼、总统府加最高法院。为首敢若是2021年美国国会大楼被总入去翻版，迄当阵人伫咧总统府内面的通讯部长指讲示威的民众伫咧内面破坏。Como vocês podem ver, foi tudo destruído. Olha aqui, gente. Olha aqui, esse monitor. Olha que vadia. 在去年10月总统大选，波索纳罗以无到2%的差距选输了，伊支持者就伫咧全国各地军营要求军队介入，吹背几落千位示威的民众，从入去巴西利亚的政府机构内面破坏，当局出动镇暴警察，也个调派安全部队来。第5点钟了，动乱才平静落来。联邦区州长讲，至少有400个人被抓。代志发生迄当阵，巴西总统卢拉人正伫咧圣保罗，伊批评示威的民众，袂输敢若是狂烈的纳粹分子加法西斯主义者。Eles vão perceber que a democracia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berdade, ela garante o direito de livre comunicação, de livre expressão, mas ela também exige que as pessoas respeitem as instituições que foram criadas para fortalecer a democracia. 卢拉要也签一份安全命令，来强化首都巴西利亚联邦区的治安，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个欧洲理事会等全世界真侪国家的领袖，拢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强调将会支持卢拉，并且捍卫民主制度。巴西民众正无法度相信讲，暴力分子竟然想要占领国家的主要机构。Olha só, extremamente lamentável. É uma coisa assim inexplicável porque a gente tem regime democrático que 前总统波索纳罗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伊强调和平示威是民主的一部分，也毋过破坏甲入侵公共建筑毋是。同时，伊也驳斥卢拉指控其对暴动爱负责任的讲法，伊强调对方无证据。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看中国重庆的一间药厂，初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有8,000个员工雄雄红石头路，爱因登去食家己，所以员工就上街头抗议，场面失控哦。这间药厂本地是生产核酸检测相关的产品，因为中国的防疫雄雄放令，药厂拢无成立，只好大裁员。对镜头看到真侪警察回头一直走大，后壁有真侪民众一直等物件。警察是愈走愈远，后壁入的民众是哪走哪骂，真生气向警方等物件。有一寡警察被攻着，也毋过无强烈反制，只敢拿摕盾牌挡，一直向后壁摕。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专门伫咧生产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专注当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会计药厂，伫咧无经过协商的情形下，直接甲几落千名员工辞掉，也无发放因工资。报道讲，差不多8,000人过一暗了就雄雄无头路。社群媒体是有大文讲，直接裁员上万人，伫催职案引发暴动。你们现在的行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请你们在10分钟内停止违法活动，撤掉标语，自行解散，立即撤离现场。
根据 RFA 自由亚洲外国的消息，要讲2万位工人上街头游行抗议，厂内产品机器互人讲歹，相关的负责人被拍受伤。愤怒的工人自早到晚拢踮伫咧药厂内面，并且几多遍拍退警察。社群媒体也有影片传出来，愤怒的员工大声喊着害钱。目前药厂方面对裁员甲不当等事件无做回应。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大开国门了，核酸检测无过再是防疫的必需品。药厂的大裁员被切断，变做爱裁员。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社会国家塞内加尔发生巴士烧浓的意外，造成40人死亡，87人受伤，是最近这几档史上上严重的车祸。总统嘛下令全国哀悼3天。这2台巴士的车头拢做火车体部分变形，可会当看到木灰座椅，固定的物品下线到柜涂骹，会当知影迄当时弄到的时阵的力度真大。This really was a massive impact. You can see debris from the two buses which appeared to collide head-on, scattered all over the road. Macky Sall, the president of Senegal, alongside others, are giving the figure of at least 40 people killed in this incident. Now, around 700 people die in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Senegal every year, an enormous number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population. But this crash, this incident, certainly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deadliest that we've seen in recent memory. 目前车祸现场的残骸已经清理清气，交通恢复正常。当局表示，这2台载有乘客的巴士，测备透早3点半左右伫国道1号中部城镇卡夫林附近烧浓。初步调查，其中1台巴士因为碰链偏离车道，甲对向车道的另外1台巴士正面烧浓。塞内加尔总统萨尔宣布初考起全国哀悼3天。The president has also announced that an interministerial committee will also meet on Monday to discuss measures to improve road safety in Senegal. 专家表示，伫塞内加尔交通事故定看到，主要原因是司机无遵守交通规则，路况无好，甲车辆老旧。2010年10月，西部发生1台公车甲冷装车烧浓，造成16人死亡，15人受伤。公司新闻黄伟明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初八佮互相交换政府，这届是交换50个人哦，这嘛是2个国家战争以来第36届交换咯。另外，罗西亚的国防部嘛宣布讲，应用火箭攻击乌克兰一搭临时的军营，但是600个乌克兰的阿兵哥，也毋过乌克兰是讲无这回事，当地民众嘛表示讲，当地真平安，无这款代志。被释放的乌克兰政府伫咧回国的车顶大声唱国歌，俄罗斯甲乌克兰做杯互相换战俘，分别换回50位士兵。这杯乌克兰士兵是自首伫咧切尔诺贝核电厂甲马里波时阵，互俄军掠去，因那俄罗斯被绑在士兵也坐专车转去。Спасиб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то нас забрали, что наконец-то мы выбрались из этого мучительного места. До сих пор нам не верится, что мы дома. Спасибо за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Вы получили каждый пакет обмундирования. Там нательное белье, есть сигареты. Через 15 минут раздадим вам всем. 乌克兰讲，这是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双方第36遍交换战俘，总共有1646位军人甲平民登到乌克兰。另外，俄罗斯吹背讲用火箭攻击乌东顿涅茨克州的首府克拉马托尔斯一个临时军营，2栋建筑物倒去，乌军超过600人死亡。Пункты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в городе Краматорск. В общежитии номер 28 находилось более 7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в общежитии номер 47 более 6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ассированн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удара по данным пунктам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уничтожено более 6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俄罗斯讲，因是为了要保护乌军伫咧跨年暗用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攻击顿涅茨克的俄军占领区马克耶夫卡一个临时军营。乌克兰讲有超过400位俄军死亡，俄军是讲89人死亡。路透社记者去现场看，这2栋建筑物敢若是毋捌互飞弹或者是火箭射到，也无严重损害情形。Та вибух і вибух. Вікна задребіжали, а потім їх вже серія була. Ну, один з них і був. Нема чого розказувати. Звичайний день.
白俄罗斯的国防部初步宣布，将会甲俄罗斯举行空军联合军演，自1月16到2月7日，时间有半个月。不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自头到尾拢讲，未介入这场由俄罗斯发动的特殊军事行动。公司新闻陈伟玲、吴kỳ昌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健保署统计讲，2021年10岁以下囡仔青春期上过早来去看医生的比例超过25000个人，比以前整整是增加了2成。医师是表示讲，囡仔上过大考，加上这热量真悬的食物，会引起内分泌混乱，造成性早泄哦。这嘛可能甲疫情发生了，囡仔伫厝的时间变多，看较侪闪失、较少运动有关系。增加酥酥脆脆物件，配汽水，还有甜甜的糖啊、巧克力，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袂少囡仔上爱的。啊，不过若食过头，可能会大哭、性早泄，恐吓袂大汉。颗粒我一定是不会让他们吃，然后太多加工食品我也不会让他们吃，对，尽量就是原型食物。有添加物的那些就是糖果、零食，其实也是尽量避免。对，因为毕竟环境荷尔蒙这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代的孩子是还蛮多的。根据健保署统计，0岁到10岁以下青春期早泄的就医人数已经为2017年14791人，到2021年已经超过2.5万人，而且2010年疫情发生了后，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7.2%。医生表示，所谓青春期早泄是指囡仔提早进入青春期，也就是查某囡仔伫8岁进前，查某囡仔伫9岁进前开始出现第2性征，而且食伤过侪高热量食物，会伫囡仔体内转变做结出来脂肪油，引起内分泌来乱去，致使性早泄。另外，爱看三C、少运动，也拢是危险的因素。青春期来的比较早的话，的确在后续在成长的生长板的部分，它就会变得比较早端起来，然后所以就是太早青春期的小朋友，那也许后续到青春期的状况会长得比较矮，这样居家大家都使用3C啊，很少在青少年这个部分，这个消耗热量跟运动的时间，体重是增加的。而且，国健署调查发现，2017到2020年7岁到12岁囡仔上过重加大考比例有16.7%，囡仔逐工食5种的菜洗水果比例无到1成。医师表示，台湾囡仔上过大考是亚洲第1，要预防性早泄，除了减少啉含糖的饮料、食甜的物件，也要加运动，而且要有充足困眠。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较早，台北市卫生局针对传统市场甲餐厅来进行年节食品的抽验，结果发现讲无合格率上悬的是白木耳哦，大部分拢是中国生产的，嘛伫12月份已经要求爱全部回收了。菜市仔的人愈来愈多，这个月就要过年，大家拢要出门看年货。但是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年货食品，计共180件，其中有16件品质检验无符合规定，1件表示无符合规定。其中白木耳无合格比率上悬，有70%，所落来是德胜38.5%，甲巴西蘑菇28.6%。食药署它在边境抽验的一个状况，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它有一个生长调节剂克美素不合格的记录，所以在这一次年节，我们特别在抽验白木耳的时候就有加验，就是我们克美素依规定呢，它是不得检出的，来源都来自于外县市，所以我们也依循外县市追查。16件品质检验无合格的产品内底，有7件白木耳甲3件德胜，农药残留量无符合规定。所落来是2件德胜甲2件巴西蘑菇验出重金属，共有2项豆瓜防腐剂检出量无合格。克美素这个部分其实不见得用清洗是可以消除的，它是一个进口的产品，我们大概就会建议中央加强边境的一个查核。农产品的一个清洗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你要用流动的清水先清洗大概20分钟左右。穿烫其实是一个减少一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方式。无合格的产品已经通知业者落架，也有一个业者无法度提出无合格产品的来源，会罚3万至300万。卫生局表示，调查结果也已经公布伫卫生局的网站，因为民众真恶分辨食品敢有无合格的成分，建议民众伫买物件的时选择合格的业者，未来也会继续抽检，确保食品的安全。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
真侪县市哦，伫过年拢有灯会，高雄今年的灯会是办伫左营莲池潭，阁有一寡临时的市仔，市政府要补助来看灯会。挂乡有过暝旅行团，一团哦上侪补助6000块，望各会当来定型观光。灯会伫暗时陆续点起来，特别造型看起来亲像放烟火同款。台南盐水的月经港灯节初八试灯，无共造型的灯伫水面上点起来，非常的美丽。农历过年阁要到啊，各县市陆续公布灯会活动。高雄灯会举办22年以来，今年第一摆刷到莲池潭。高雄灯会今年迈入第22年，第一次在莲池潭举办。这个不仅仅是给我们在地的商家或是在地的居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包，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来一个丰沛的人潮。摊商提出门仔顶，予越南的游客试食。莲池潭是高雄真有名的观光景点，这3档受到疫情影响，平常时根本无啥物游客。规年档往往就是春节期间人上济。为着进行观光，市府宣布灯会期间，只要是来高雄大，并来左营拜拜旅游的旅行团，相关补助6000块。疫情拢无人啊，就加减啊，就靠这游览车下啊，人客啊，即马来吼，较会。人客开始渐渐来。高雄这样的补助，我也会跟公司说，对，我也会跟公司讲。在高雄多久一点？对。游客欢喜伫庙头前翕相，结合当地景点、公庙甲相关等观光资源，摊商期待灯会会使带来更较侪游客。导游认为高雄景点无侪，通常袂伫高雄停伤久，但若是有补助，确实会使提悬旅行社加速高雄行程的意愿，振兴地方的观光经济。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受到冷空气甲温度早暗差真侪影响，中华保鲜的蜜枣减产1/4。苗栗大湖的草莓也因为天气阁有变虫害哦，损失要4成。也毋过哦，台中武陵农场的樱花因为温差真大，今年哦提早开花咯，嘛已经请真侪游客去看花。雪蜜枣伫树仔顶，围墙要甲青苹果同款大粒，虽然冷空气一波刷一波，毋过中华保鲜的雪蜜枣品质发展都还搁较好。农民讲，因为今年温差大，搁较用将甜度锁掉咧，也互采收期提早应应过年需求，毋过产量煞比以前较少。有小可扫到风台尾吼，所以伫关店的迄个枣子拢全去扫落去，所以今年的产量有较少。农民讲为冲买去中华的雪蜜枣毋加起价，毋过苗栗的草莓就无共咯。大湖未少农园草莓园，甲即马看起来光，因为受气候影响，为着微调病甲叶枯病，损失将近4成，也互计销愈来愈悬。11月的一个高温了哈，普遍呢哈，农民种植草莓下去大概都是有3到4成遇到一个就是受天热影响而死亡哈。农会表示，春节期间也是有充足的草莓园开放，毋过产量减少，见效可能比以前悬出1-2成。因为伫台中武陵农场，目前梅花大开，早英也开始报道，已经请真侪游客上山赏花。这里就是我的后花园，我常常来，不管是什么季节。预估在农历年前后会到达山樱花、早樱的最佳的观赏时间。武陵农场表示，目前早樱的品种是和定樱甲惠汉樱，差不多已经开1到2成，有估伫2月会开到6成左右。梅花目前已经开4到5成，有估伫1月底左右会是上好赏梅花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兔仔年到咯，台湾爱兔仔协会指出讲，顶一届的兔仔年过了，红放晒的兔仔的数量是增加1.8倍，所以呼吁农委会爱赶紧来促成兔仔晶片登记的制度，甲绝育的补助，嘛爱收回来禁止甲野的动物当作是奖品。一只兔仔即马看起来水水啊，个高水，但是真正互主人当作粪扫撇伫路边，规身躯拢暖去，是经过爱兔协会用心照顾才恢复健康。另外，这只兔仔4肢骹拢变形，连要刷叮当拢有困难，都是因为主人黑白互兔仔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即马兔仔年伫要到啊，爱兔协会呼吁民众毋通因为一时匆忙就来饲兔仔。我们会呼吁大家，就是你在养兔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以饲养1只为主就好了。如果说你真的要养2只以上，其实还是要帮兔子做绝育。
爱兔协会讲，顶一个兔仔年，当时协会拄啊成立，就收到真侪红放杀的兔仔数量比英国增加1.8倍。除了红放杀，也佮有黑白换色以外，协会嘛发现夜市啊耍游戏，有的会送兔仔，也是摕兔仔来做表演道具等等。动保团体认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代志，农委会要积极管理。不当的管理之后所产生的弃养、繁殖等的泛滥，宠物管理科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非犬猫之外的动物呢，能够纳入管理。调野立委做伙参加爱兔协会记者会，嘛呼吁民众唔通因为一时冲动就去饲兔啊，安尼对这个动物来讲，颠倒是灾难。另外，农委会宠物管理科表示，针对各界关心游戏送动物做礼品这个部分，已经伫咧行修法程序，未来会列入管理。今年也会推动晶片制度和绝育的补助，虽然嘛会赶紧推出饲兔仔各项指南来确保动物的福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棒球场的争议继续，除了新竹市长高虹安质疑前市政团队亲身建工说互厂商轻松过关。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嘛批评讲，这是公共工程监造的机制失灵，认为讲新竹市政府得爱负起责任。副班悍将外野手林铁川去年伫新竹棒球场受伤，引起真大风波。新到场地争议继续连环逼空，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提出网络流传的2021年12月相片。迄时阵，球场外野还有真侪十米啊，暗过2021年1月相片，石头甲十米啊煞拢消失。伊呼吁将迄个时阵的工作日志提出来看，对真清楚。从2021的12月到2022的1月，每天的工作日志，把它翻出来看，谁签名的？这些杂物是清走还是埋下去？那你每天工作日志拿出来看就知道了。公共工程监造机制，厂商爱遵照 SGS 查验材料，还有现场逐工的时间日志，甲逐工请款估检报告，最后才验收。所以外遐废弃物是为外面载来，也是现场本来就有的，工作日志一看就真清楚。另外，新竹市府付钱的比例已经超过97%，也是问题。他还要看后续你有没有误验收之后还不会出问题啊？出问题我可以从10%里面继续扣，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东西扣了，已经付了97点多了啊！即使出了状况那个钱也不够扣。新竹市长高虹安侧背也将炮口对准前任市长林志坚，表示林志坚8年来拢亲身监工。质疑前市府团队为什么在这过程让厂商简单过关？进前新竹市府已经提告，将相关证据送交检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消保处今仔公布去年针对18个私人的停车场审查的结果无及格率是7%，大多数拢是停车场管理的问题。假期期间，停车位歹找，消费纠纷嘛对咧发生。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公布，2022年针对8个县市，总共18位卖场、饭店甲游乐园的附设停车场审查结果，发现18位当中有13位检验无合格，其中大多数拢是停车场管理的问题。不合格的13家，大部分都是关于专用车位被占用，其中有9家。然后比较严重的其他的违规事项，有1家没有申请登记证就对外开放营业。那违规太阳是没有公告收费标准，或是没有公告停车时间，没有满1小时的收费标准，或者是收费标准跟登记证的记载不符合。消保处表示，经过通知了后，业者拢有改善。不过，侵占新庄富有停车位是属于动态违规。交通部回应，除了要求业者增加巡逻以外，嘛呼吁民众主动通报。预计今年前半年会加强抽查100位私人停车场。针对这个比较这些卖场比较还有大型公众人潮出入的地方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会来加强查核。那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一些场所预定大概在今年的上半年以前会再查核抽查100个次数，一个100家提醒民众停车进前，要确认敢是合法的场所，敢是设备敢有周全，收费标示敢有清楚，才袂影响家己的权益。记者麦上英丹保罗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市的劳工局，逐当拢会来举办职业安全的训练课程也毋过即届是用 VR 虚拟实境来互义工了解可能会拄到的风险，嘛互因知影讲安怎来预防，望个会当来减少意外。
模拟曾经有发生的状况。外国移工来到台湾做工课，常常因为对语言和环境无够熟，一个无注意就搞发生职业灾害。为着要加强移工的安全防护意识，台南市劳工局自2019年开始办职业安全的训练课，让大家了解接触到的风险。无论是高空作业，还是传统的车床操作，都会使透过 VR 来模拟体验。这种体验是算是第一次，然后也蛮新奇的。刚体验就是那个在做那个在真的是高度的危险的工作，去做的时候要怎么看，然后真的是它有没有固定好放好的东西有没有危险的就是他让他们是安全的。希望让这些移工能够学习到正确的安全卫生知识，并且将这些正确的安全卫生知识呢带回去分享给公司里面其他的移工，来具体降低职业灾害的发生率。台南市劳工局希望透过职业安全的训练和宣导来减少事故，也期待未来通有愈侪企业做伙参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一中商圈游客真侪，尤其是防疫放映了后，拜六礼拜拢人客人，嘛制作真侪本色。环保局按算讲要来加装监视器24点钟，用科技执法来开罚单。涂骹出现几排的粉头甲粉鸭仔，鸡仔长角的所在是塑胶袋仔随风乌白飞。台中市一中商圈曾经伫咧疫情期间受创，几落间排队面店伤大。最近解封了后，市集的消费回温。但是随之带来的就是粪扫的问题，当地民众甲学生对环境拢感觉真忧心。就他不会走到垃圾桶去丢，他就路上就随便丢了。有看过这样？对，很多吗？会有点担心啊，所以说应该多设一些公共垃圾桶会比较好啦。路边的摊商看到消费者上门，漱一口粉了，马上将粉头弹伫咧边仔，过程拢强翕落来。为着整顿一中商圈的环境，尤其是台中一中外商圈的人行道，因为较暗，常常有人凊彩等粪扫，互过路人真气嫌。环保局即马决定加装监视器，24点钟肃静处地，分为4组远端监视器，甲4组会当移动式的监视器，希望游客共同来维护环境。任意弃置的一个违规热点的部分有中视4组的一个监视器，希望未来说有以车追人的一个方式，如果查获行为人，将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1200、1200元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一中商圈是中部大型的商圈，范围包括三民路、一中街、太平路、药材街等地。除了台中一中，附近也有台中科大、台湾体大等等的学校，假日人潮真多。除了科技执法，北区清洁队也会配合伫咧拜5、拜6礼拜暗时，伫咧当地设置专人管理的粪扫收集点，避免环境品质恶化。记者台中报道。台中市的中央市场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市政府打算讲要把市场变更做商业区甲公园用地，按算2024年的6月30日，特别甲伊拆掉，重新来开发。也毋过有店家是表示讲，政府敢若补助因40万块，就爱因刷到其他的市场去做生意哦。因实在毋知影讲未来要安怎办。黄世是一透早无用准备开店做生意，店内底摆真侪高级的地饼甲地区。伊伫遮开店40档啊，讲到市府要甲中央市场拆掉收回去，伊是真激动。对无？你讲即只摕壁架也是山边迄什么人要去？补偿咱个说40万是要创啥？人顶40万，这定是40万，我这1.2啦，是要40万要创？对，40万拍一个骹枪就无去啊。这位李小姐是继承老爸店面，经营油务代办所。早期才是真闹这个商店街，因老爸原底开药局的检验所，改经营做油务。不过市场要拆，李小姐唔知影未来要安怎讨谈。安置上面没有做一个很明确的处置的话啦，我会觉得我们这边的生计当然也会有点担心。伫台中北区五权路的中央市场是1975年所起的，苏当时是真出名的进口货商店街，楼顶大流传顶油的违建户已经大40-50档。市府经过多次计划变更。要甲遮变做商业区甲公园的用地，按算明年6月份收回来。主计会真不满，认为配套的措施无做好。将近200万买的，那你现在市政府只给我40万，会发放补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费用哦，那各摊的一个费用大概会落在40万到60万之间。台中市经发局表示，统计到去年12月，已经完成77档缴费听书。
使用人缴费比例超过3成。若想要继续营业，会协助刷起其他的公有市场，也尽全力协助弱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回年北港的移民庙内有3座移民的墓地，甲1座遗弃的墓地哦。庙方伫4天前邀请学者专家来做调查研究，嘛选5件文物向婚林县政府来申请登录做一般的古物，嘛已经审核通过了。那么做伙来了解移民文化。北港移民庙内有4座筒仔堡，包括3座移民的、1座遗弃的，是少数庙和筒仔堡合作伙庙寺。拜清朝期间，一寡百姓组做移民团保卫乡土，却拄着不幸。到即嘛，有几60件历史文物留落来，包括西元162年的地条村事件，36位遗失的墓主庙方保存到即嘛。移民了最后啊，通过5项古物，一般古物，或者咱种古物，表达咱意义就是，咱即间确实真正是一个迄个关键古迹，已经有234年的历史了。庙方表示，为着要保存庙内历史文物，4天前开经费普查，刷力提报5件文物，希望列作一般的古物，包括移民家的神尊、蒙牌、甲移民的墓主等等的5件文物。经过文化部甲婚林县府做伙访查研究真侪届，这5件文物伫131年12月通过审查，成做一般的古物。移民庙这5件文物会当互大家人拢知影，来讲证明讲咱这个移民对这移民精神的一个统整。未来希望文化部伊会当甲咱这个5项这个古物会当甲咱做完整的、较好的这个展示。重要的一个古物的一个保存跟公庙来协议未来如何透过专业的这个就是湿度、温度、空间的一个准备，让这么重要的古物可以妥善的就是保存。文管处表示，北港移民庙是县定古迹，未来结合古物的展示，互更较侪民众了解移民精神甲历史，嘛会出版专册记录清朝林爽文地条村事件移民文化。记者王伟雄婚礼报道。来看台南的东山公所有办小旅行，带民众去行以前学生啊读册行的路线，民众会当来体验家己包便当、航海自由，真趣味的活动，那么做伙来体验看卖。过去交通较不便，住伫东山水份的囡仔若要上课，有影爱行真远，毋但爱爬架，阁爱过吊桥、撩水路。今年公所特别办理水份上二路的小旅行，要互各地民众来体验以前做学生的辛苦，嘛借机会熟悉水份在地人文甲生态。今年很高兴，公安区公所推出了这个水云上学路这样子的计划，要带领游客，然后从过往这个小学生到他们东山区的镇内去上学这样子的计划。那这条计划其实结合了在地的这个生态，又有人文的历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区营造的计划。日头早就未少旅客讲要做伙坐公车去翁仔上天佚佗，每一个人拢派报包巾，讲要装就爱装好成，游客变做学生，对滴水啊行过牛山吊桥，大家哪行哪听导览，佮安排包便当甲憨憨钱的活动，体验过去做学生哪行哪耍的趣味。都没有吃过，没有体验过，今天实在是太成功了。毋然翁仔上天，东山在地趣味的地号名是特别多，有几啊栋，也有牛肉夹。东山区公所特别经在水份办理写作计划，整合周边的观光资源甲特色，望甲在地丰富的人文历史介绍予大家，佮兼带动产业甲观光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华东地区上低13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